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9，诗篇119篇114节安尼讲：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是保护我的盾牌。我仰望你的应允。三甲来祈祷，做保护阮的盾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，阮要投靠伫你，主啊！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，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，赦免阮的罪。主啊，愿做你的百姓，你的草场的羊，要感谢你到永远。要学了你的名到万世代，主啊，我要遵循你的旨意，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主啊，虽然环境充满试炼艰难，阮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应允要保护阮，甲阮三个伫地。主啊，你是阮闪避的所在，你是保护阮的盾牌。愿仰望你的应允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咱闪避的所在，也是保护咱的盾牌，所以咱就仰望伊的应允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